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台湾的天然漆有100年的历史咯。南投埔里龙南天然漆博物馆的馆长甲家属收集资料，用15年的时间来编写台湾天然漆的100年史，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天然漆的文化。埔里镇龙南天然漆博物馆馆长施玉富一家6代人，拢咧做天然漆的产业，为了将台湾天然漆的历史传落去，用15年的时间完成台湾天然漆100年史的申请。有想收集所有完整的资料，帮助父亲，然后完成这一本书。迄个做东京大学博士嘛，伊都拢那个免费的做班价，迄个做购嘛。伊的艺术呢，唔是讲帮助咱个人，是讲要帮助台湾安尼。早期做挂漆啊，改善家庭生活。伫一栋透天厝差不多30万的年代，挂漆啊1公斤有几千块的收入。不过做事是无暝无日，真辛苦。日头出来进前，一定要把漆啊能收掉。天然漆的工艺甲产业是愈来愈稀微，透过这本新册发表，激励大家同齐来重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